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应尼伯特风台来袭，台南市灾害应变中心上午9点已经开设第1级的风台中心。市长赖清德伫咧消防局灾害应变中心开会以后，就展开一连串视察水利、防灾准备的行程。第一站选择来到林德区二站巷抽水站。除了要求防汛单位做好万全准备，嘛呼吁民众爱提高警觉。过去林德二站巷溪甲三名溪汇集附近，因为地势较低，一直拢是饮水的黄金地段。不过经过关市合并10档防洪标准的应急整治，现在三名溪外水已经有大改善。不过内水的部分嘛需要抽水机来透。该地争取中央的补助，总经费6600万的二站巷抽水站6月24号完成。如何赶伫强烈风台尼伯特来临进前会当应变？上午市长赖清德第一站伫秘书长、水利局长甲林德区二站巷防灾社区的乡亲见证之下前来视察，包括引水路甲堤后的抽水站等等。会中市长表示，市府用高规格准备，要求确保基转发挥功能，也希望民众提高警觉，特别是突然间的大雨，绝对袂当疏忽。今年第一个台风尼伯特是强力台风，可以说来势汹汹。那我们今天早上在应变中心听到中央气象局南部中心的简报，预期这个路径还会往下修正。那换句话说，对台南的影响应该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定了几个容易淹水的地方。第一站呢就在仁德地区。仁德本身就地势低洼所以尤其是工业区的地方，每一次都是淹水的明星地区。不过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跟中央政府合作，他们做主流，我们做支流，然后共同的采取综合性的治水，包括治洪池、疏洪道、堤防、疏浚抽水站的建制可以说应有尽有目前呢也已经展现功能。目前这个文贤抽水站总共大概有9个 CMSS 的动能，那目前先建置6个 CMS， 以因应内水的这个问题所以对这次的台风，我们消防局、公务局包括这个水利局都已经做好准备。那我也再一次要求我们所有的区公所一定要提高警觉，那也敬请我们全体台南市市民严阵以待千万不可有任何的轻忽。那尤其是独居老人、保全户比较危险的地方，我们也请里长能够协助保护他们避免台风来的时候雨势转强或风势转强，措手不及造成伤害。开始过去这附近地势低，积水排泄袂利，所以包括嘉南业力大学、家具博物馆等等，伫北北风灾期间淹水，甚至高达1站楼悬。现在三名溪樱花第5座抽水站完工，将马上抬冰，希望减轻水患的威胁。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市长赖清德伫咧关心林德二站巷抽水站的运转效能以后，马上赶到安南区本源寮地势相对较低的所在，了解当地增设治洪池的工程。市长表示，台南市因应各地无同款的状况，以综合性的治水方式，要一步一步改善，希望降低市民所遭受到的淹水危害。位于安南区本源寮周边，因为地势低，嘛是过去好大雨过后容易淹水的区域，所以市府特别利用海东国小后壁面起向下延伸约1公里的河道来当作避风堤，同时伫出海口位置，佮大设1.8米的涵管来增加排水量。预计完工以后，会当有10万吨的效能。市长赖清德上午丰台兴庭走透透的第2站，嘛来关心工程进度，希望因地制宜的治水，降低本源寮社区受到水患危害。一套治水的方式经过大家拍拼，包括中央的支持水利局
立政局长甲县局长区公所理长，大家安尼共同个议会大家共同安尼讨论出来。我想应该讲啦有真大改善。这一个都市无可能无淹水。完全是看讲你落雨落偌大，你讲莫拉克台风来，就一定会淹的啊，无可能无淹咱是讲以咱的财力甲物力，咱要达到什么款的保护标准啊？我想伫咧遮，咱所做的咱这几年来所做的是10年的保护标准。就讲一句较白的话，就是讲过去一年淹几落届，这套做完了，差不多10年淹一届。以过去落雨经验啦。若用数字来讲，就是24点钟内底落雨拢共无超过250公里，安尼袂淹水。你若算讲短时强降雨扩张起来300公里，当然它可能的容量就不够。我想就是完全咱作为保护措施到什么程度，跟下雨下的雨量到底多少，但不离讲根据过去落雨经验咱这套已经完成大概10年内底淹一届这款的保护标准虽然整个工程伫7月底才正式完工，不过因应风台来临，抽水机的部分已经会当先运转使用。加上后续天马电台用地嘛将协调设立超过13万栋的地风池来加强风信。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日本国际做婚的厂商伫咧台南设厂，不止引发国内反阮团体不满，也受到议会国民党团强烈反对，要求市府爱为着台湾人的健康，应该爱有胆徛出来拒绝。议会国民党团下晡邀集济市府官员做伙召开记者会，针对日本做婚的厂商将伫台南的科技工业区设厂的议题，提出强烈的反对。因为虽然该公司已经通过经济部核准，不过徛伫地方政府的立场，是不是有权利反对，也即是要求更较严格的规范。工厂对阮国民健康有影响，我不爱，不爱发建教，不爱发私教。最明显的就是较早台中县的拜耳案嘛，可是中政府去外国当然大拢希望招商，伊些是化学生产工厂，真有名，世界真有名，伊嘛强调伊环保啥各方面做好，可是当初台中县政府就无准。对此，经发局表示，该公司虽然已经得到经济部审查通过，不过伫向地方政府申请建造、使用执照甲工厂登记以后，最后依然需要取得经济部的许可执照，才当开始制作甲营业。财政部其实也在103年核准它这个设立这个许可函那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地方单位这边，最主要就是要经过一个建造使照的一个过程，那以经发局最后是核发这个工厂登记。那其实我们核发工厂登记呢，其实我们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啦，就是说依照这个工厂管理辅导法还有这个烟酒管理法第27条相关的规定来核准它这个工厂登记。对此，国民党团指责，不应该把责任拢撒给中央，为着台湾人的健康，市府应该爱徛出来表达反对的立场。台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议员李文静下午邀集民宿业者甲观光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召开记者会，会中强烈要求政府修改民宿的管理规定，让民宿会当合法，而且结合业者做伙发展观光。政府对着民宿的设置规定，只限定伫非都市计划区，而且申请过程阁相当复杂，而且立法院伫去年通过，将针对无合法的民宿提高罚款。议员李文静批评，政府一方面要发展观光，阁要取缔民宿，根本就是无帮助的做法。一定是伫非都市计划区呢。你若会当就会当，袂当就袂当。那有这讲非都市计划区可以设立民宿，然后都市计划区不可以设立民宿。世间哪有这款的代志？哪有这一国两制呢？安尼是毋是制造社会纷争吗？制造社会扰乱吗？哪有人政府咧定这个政策是安尼咧定的？你若讲民宿若不能够的话，就全部都不能够啊。对此，观光局回应，根据交通部观光局民宿管理办法的规定，民宿会当合法设置风景特定区、观光地区等等9大地区。李目前交通部也正在研议法令修正的部分。
民俗伊伫非都市土地，伊无法度来适用伫咱即两个有文化兼历史发展的即个起源的所在，是相当的可惜啦吼。啊，所以阮大多伫起头甲议员兼各位媒体报告就是讲，除了争取中央即个分区会当甲咱指定讲每一个所在会当设民宿之外吼，第二个就是解放这个部分民宿管理办法的条文规定吼。互咱会当适用的即个范围，兼即个地区会当增加吼。台南老厝的民宿总是吸引真侪旅客来住，毋过大部分拢是无合法的。已经客过5场发单的业者，心内充满无奈，只希望政府的法令会当对着时代的变迁来进行修订。台新闻正山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社会局为着予经济弱势学童伫咧暑假期间游玩有营养午餐行好享用。因此，特别结合亲路集团甲便利超商，推动爱心餐点补给照顾方案，要予750名国中、国小学童，会当到全市446间的便利超商用餐券换食物。对着高风险家庭以及经济弱势的学童来讲，暑假期间因为无好好的营养午餐，通好享用，家长阁无法度伫日时准备餐点互囡仔食，因此市府社会局特别结合亲路集团甲便利超商，推动弱势儿少爱心餐补给照顾方案，预计伫7月11号开始，伫暑假期间提供台南市750名国中小学童，各60张爱心餐券。互会当就近到厝的附近的超商换便当、面包、牛奶等等的餐点。整个台南市，我们大概有750位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在暑假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他们没有到学校吃营养午餐的情况下，可能有餐食这个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提供的一个状况，所以这750位我们就媒合了。亲路集团，那也跟 Seven 合作啊，这个 Seven 他们会来提供相关的餐食，那亲路集团也提供了经费，那让我们可以来照顾45000人次的孩子的一个餐食。社会局长表示，除了互囡仔食饱饱以外，也爱照顾到因的身心健康。尤其暑假阁是上容易产生亲子冲突的期间，因此社会局也举办6场以上的儿少保护宣传活动，宣导自我保护甲求助的能力，也促进亲子的正面互动。台新闻正山张伟忠采访报道。七夕爱情嘉年华活动7月22号将正式登场。在系列活动当中，就饭店业者甲武庙跨界合作，推出限量的烦恼见证精灵节鸡卵糕，结合了烦恼甲精灵节的特色，同时也有找找烦恼见证人的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加。饭店甲台南知名的武庙月老宫跨界合作，将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亲像是征求月老见证人以及 FB 情侣装翕相拍卡活动等等，也有月老见证精灵节鸡卵糕，7寸的芳草鸡卵糕内底包着 QQ 的手工麻糍，象征爱人的感情黏贴贴。也因为数量有限，民众若想买的话，就要赶紧预定。
好，很高兴这次能够跟文化局还有我们4.5庙来举办爱情嘉年华的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一位实实在在真正的刚刚新婚的新人呢，来见证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那他们经由月老的牵线呢，也在大爱励志在7月份呢也举办了喜宴。那这一系列的爱情嘉年华呢，就钦定我们5庙爱在大义呢，除了这个新人见证活动以外呢，我们希望情侣们你们可以穿了情侣装，在这个5庙月老面前呢拍个照，然后再上传我们大爱励志来打个卡。那粉丝的活动非常多，那除了说可以有抽奖摸彩以外呢，也有免费的爱情蛋糕。现场也特别请来一对元老见证人，伫咧坐坐卡客甲机缘之下，因熟悉5个月就甜蜜结婚。那整个过程，因为其实时间是很短暂的，那中间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拍婚纱啦、喜饼啊、订喜饼啊，还有宴请客人这一方面的事情，其实它是非常的繁杂。可是在这个月老的还有5庙的扶持之下，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就整个都完成，然后也很感谢大爱励志的饭店的这种帮忙。我们去那边去饭店讨论那个菜色，讨论了3、4次，一直在改。他们也是不厌其烦的为我们做很好的服务，甚至他们大厨也出来说没问题啊，就相信我们这样。果然这整个事情就非常的顺利的完成。在好姻缘的这个活动的一个策划里面，今天我们在4.5庙，我们很感谢我们大爱励志酒店特别跟4.5庙这边一起来合作，其实来拜元老是有一个好姻缘这种的迄个价值。丰富的活动，民众拢会当做伙来甲元老求姻缘，拍拼追求幸福的人生。台湾新闻网早采访报道。一年一度新台全国大专以后羽球公开赛，将伫7月7号到10号4天的时间，踮新台中正堂进行比赛。同时也结合长久以来甲创世基金会配合，收集发票换赠品的爱心活动。让羽球比赛变甲更高意义。办到第23届的新台羽球公开赛，已经是全国大专比赛上届具有规模的大型赛事，有愈来愈侪人来参与，组别也愈分愈有。同时，今年佮特别加开企业组，和赞助厂商或者是已经出社会热爱羽球运动的成年人，也会当做伙参与这场赛事。这个比赛一开始是我们成大内部的一个那个师长之间的联谊赛，然后我们从第8届开始往外扩展为全国赛这样，然后到目前是第23届，然后现在是大专。就算是全国大专比赛里面最具规模的一个比赛，这样。现在我们分的组别，除了一般组以外，我们还有公开组，就是给体制生打的公开组，我们还有青壮组，然后还有我们今年特别加开的企业组，让我们赞助厂商们可以一起来同乐这样。然后我们以往的比赛，今年的比赛人次有1300多人，然后我们的场次有1800多场。优秀的新台学生伫咧举办羽球比赛的同时，也无忘记哩要参与公益，所以长期以来，因甲创世基金会合作，伫咧活动现场以收集发票换赠品的方式，帮助创世基金会会当收集到更加侪发票，找找到更加侪资金。这个活动一开始是希望对我们的社会部分有所回馈，然后所以我们是把我们赞助商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礼品。然后我们透过一定数量的发票的兑换的方式，然后吸引选手来兑换，然后我们所得的发票都会全数捐给创世基金会这样。然后希望我们比赛不只是给选手们有个比赛平台，然后也是可以对我们的社会有所贡献。今日竞赛也欢迎民众7月7号到10号这4天的时间，会当做伙来到新台的中正堂欣赏精彩的比赛。台湾新闻网早采访报道。安平区公所积极将内部闲置的空间打造成为充满艺术气氛的所在。今年第4度甲松云画会合作，伫咧1楼区境艺廊展出32幅的作品，互民众来办公的同时，也会当欣赏欣赏艺术作品。
安平区公所1楼区境艺廊现在正推出松云画会水墨联展，展出4位画家总共32幅的作品，包括有山水风景、乡土民俗风情等等，融合传统、现代、写实加抽象的意境，让原本现地的空间充满人文艺术氛围。松云画会跟我们公所已经合作，这一次算是第4档的那个档期。然后我们从第1次、第2次、第3次到这一次都是有呈现不一样的画风。这一次就有4位老师他们的水墨画来跟我们做参展，希望就是说借由我们这样子一个空间，再利用在办公室的一个空闲的角落，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布展，也希望说，一踏进来办公室，希望让来的民众可以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去公所不再只是一个硬生生的一个公所，然后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艺术的元素在里面。那像我们1楼、2楼、3楼都有不一样的展出。那之前曾经有来调解的人，他在旁边等候的时候，他就说：“看这个之后，好像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平复一点，然后这样子来调解的成功率也会比较高。”这期展览将一直到8月12号为止，同时运用以画安平行动艺廊的概念，让艺术欣赏不再受到时间甲地点的限制，用手机也当同步欣赏水墨画之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乌阴顺雨的天气，温度29度至31度，落雨几率9成，海面平均风力8级到9级，上大阵风11级。感谢你收看7月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